喺澳門呢個地方燈紅酒綠，每分每秒都係金錢交熟嘅聲。我叫黃傳忠汕頭人，曾經喺呢座城市嘅貴賓廳入面浮浮沉沉咗3年。3年時間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，但足以令一個人由天堂跌落心輪。以前出入都有人叫一聲忠哥，身邊圍住嘅都係派煙遞茶嘅公關。而家曲終人散，子彈打盡，我最後都係要面對現實，被迫降級，離開嗰啲充滿雪茄味、地板厚到行路都無聲嘅貴賓廳，呢一落成為中場低投注區，入面一個寂寂無名嘅路人甲。雖然袋入面嘅籌碼已經所剩無幾，甚至連食餐好啲嘅飯都要諗過度過，但我心入面嗰團火依然未熄。或者話一個資深得徒係永遠唔會想離開呢張得台，總係覺得下一手就會反底。為咗慳翻支房錢嚟做搏殺嘅最後本錢，我連酒店都唔敢住，將嗰件裝住幾件換洗衣物同埋最後尊嚴嘅行李寄存在周場服務台。嗰度就當係自己喺呢度最後嘅落腳點。我就好似一粒塵咁喺呢個日夜不分嘅巨型機器入面隨風飄落。我喺人頭嗡嗡空氣入面混合咗香水同煙味嘅中場入面行嚟行去，耳邊全部係籌碼撞擊、老虎機嘅叮叮聲同埋執客贏錢嘅叫喊或者輸錢嘅咒罵。行過一張暫時無客、冷冷清清嘅百家樂台，我停低咗腳步，因為我見到一張好熟悉嘅面孔。佢抬頭望住我，眼神入面閃過一絲驚愕，隨即用嗰種帶住關切但又好似想保護我面子嘅口吻問我：忠哥，你係咪出咗咩事啊？點解唔喺貴賓廳玩，反而走落嚟散廳？呢度同我打招呼嘅係呢度嘅荷官，叫林雲珠。雖然我而家落魄到咁，成個末路執徒咁款，但係男人嘅自尊心始終作祟，特別係喺女人面前，我唔想認輸，更唔想承認自己已經輸到褲穿窿。我扮到好淡定咁，仲專登整理咗一下件已經有啲潮嘅西裝，話冇呀，上面玩到悶落嚟行客，周圍睇下環境，順便換客手氣。講完呢句，我驚佢再追問落去我會穿崩，於是急急腳就走開咗。豬豬喺呢行做咗咁耐，見過嘅執徒多過我見過嘅籌碼，我嗰啲咁拙劣、咁勉強嘅藉口，點會分得過佢對眼？佢係土生土長嘅澳門人，36歲，離過婚，自己帶住個女。雖然歲月喺佢面上留低咗少少痕跡，但依然風韻猶存。皮膚白色，喺中場咁多老荷官入面，佢算係比較出眾嗰個。不過澳門呢個地方真係一個大染缸，連佢呢啲日日睇住人傾家兜產嘅從業者，都難免會染上執言，脫下嗰件荷官制服。佢就係另一個身份。一個想靠執博填補內心空虛同生活壓力嘅賭徒。佢曾經同我講過，做荷官好似機器咁，只有喺賭台另一邊落注，先覺得自己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。嗰日同豬豬偶遇之後，我嘅運氣真係差到極點，好似黑過墨汁。身上最後嗰2000蚊就好似泥牛入海，轉眼間就輸到一乾二淨。我企喺周場門口，望住出面嘅車水馬龍，心入面一片茫然，連今晚瞓邊、聽日食乜都未知。就喺我最灰心嘅時候，電話響咗，係豬豬。佢話佢收咗工，想搵我一齊食餐飯，仲特登話佢請客，唔俾我拒絕。我哋約咗喺一間好平民嘅葡式餐館。我行到門口嘅時候，佢已經坐咗喺入面等緊我，隔住塊玻璃窗。我見到豬豬着住一條淺色嘅過膝裙，兼住個丸子頭，望落去好似後生咗4年，多咗份青春嘅氣息，完全唔似嗰個喺酒台後面嚴肅發牌嘅荷官。佢不時咁睇碌，又望下門口。當佢見到我嗰一刻，面上露出一種好真誠嘅笑容，嗰種笑容喺澳門呢個地方好罕見。佢叫咗成台菜，有葡國雞、紅豆豬手、浸牛舌。仲有我最中意食嘅馬介休。睇住呢啲熱騰騰嘅美食，再望住對面嘅豬豬，我突然覺得喉嚨有啲哽咽啊！呢種係我嚟澳門浮沉咁耐，第一次感受到嘅異鄉溫情。我其實已經成日冇食過嘢，肚餓到不得了，但我依然想維持住嗰份假裝嘅優雅。豬豬睇住我，輕輕咁靚咗口氣，
語氣入面帶住心痛話：鐘哥，你唔好再扮啦。我收工之後問過貴賓廳啲同事，佢哋話你喺入面輸咗幾百萬，而家已經冇喺嗰度玩，連原本留俾你嘅貴賓房都退咗，你今次真係玩完啦，仲想分我到幾時？佢呢句說話好似一把利刃，直接篤穿咗我最後嘅保護殼。我仲想死撐話自己仲有錢，仲有大把子彈。豬豬睇唔落去，佢從個 Levi 袋入面拎咗10萬港幣出嚟，厚厚嘅一沓推到我面前，話呢度有10萬，你攞去用住先，唔使急住還俾我。我心入面掙扎咗好耐，但右手始終敵唔過生存嘅本能，接過咗呢沓錢。我當時仲識得講笑詩話：豬豬，你唔係被人包咗啊嘛？點會有咁多現金喺身？豬豬假裝嬲咗咁回咗我一句話：唔通一定要被人包先有10萬咩？呢啲係我辛苦賺翻嚟嘅。如果你唔要就攞返嚟。我哋兩個對望住，最後一齊笑咗出嚟，笑聲入面帶住少少辛酸。其實豬豬係一個好女仔，我仲記得當初識佢嗰陣，佢喺貴賓廳輪崗嗰陣時，佢好難執，出面欠咗10萬高利貸，日日俾人追數，追到面青青。我當時仲係風生水起，見佢咁慘，就豪爽咁借咗10萬俾佢還債，仲叫佢慢慢還。我當時真係冇諗過要佢報答，或者係一種同病相憐嘅感覺。點知風水輪流轉，今日佢變咗我嘅救命恩人。呢啲可能就係冥冥之中嘅因果。嗰晚食飯，豬豬一直鼓勵我，話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，只要唔放棄，實有機會翻身。臨走之前，佢同我講：如果你仲想玩，聽日下晝3點嚟我張台玩，有佢幫我睇住，無論發生咩事，佢都會陪住我。呢句說話聽落去好似有一層心意，令我心入面泛起咗一陣公義。我嗰晚冇去住豪華酒店，反而去咗租個80蚊嘅私設床位。我甚至冇去沖涼，因為我哋執徒有個迷信，沖涼等於洗白，咁樣預兆。我想帶住呢份運氣去迎接聽日嘅大戰。第二晚8點，我準時出現在豬豬做嘢嘅中場，距離佢收工仲有3個鐘。佢張台有幾個客玩緊，我坐低之後，大家冇打招呼，淨係用眼神交流咗一下。我攞住換好嘅10萬籌碼，睇住路子，心入面盤算緊點樣出擊。豬豬突然對住其他客話：各位老闆，呢口頂路啦，不如休息下。我知佢係暗示緊我，叫我睇準啲先落注，唔好亂衝。但我當時心急如焚，咦，邊度聽得入耳？我照樣亂咁落注，結果連輸2口豬。豬終於忍唔住，當住其他客面話我：你係咪傻咗呀？叫你停就停啦。佢呢句說話雖然係埋怨，但聽落去就好似女朋友對男朋友嗰種心痛。其他客都用一種怪異嘅眼神望住我哋，場面有啲廉價。但係或者真係豬豬帶俾我運氣，之後我慢慢打返上嚟，一直贏到30萬旁。邊個監理見到我都過嚟拍下我膊頭，話鐘哥犀利呀，命不該絕。接落嚟嘅牌路順到不得了，我幾乎係指邊打邊，到咗11點，我已經贏咗40幾萬。執場公關見我贏到錢，態度即刻變晒，過嚟話送房俾我住。我心入面冷笑一聲，呢啲就係澳門嘅現實。你有錢嘅時候你係神，冇錢嘅時候你連狗都不如。我叫公關幫我將籌碼換成現金，離開執台前同豬豬洗咗個眼色。佢點點頭，返到房沖完涼，門鈴響咗，係豬豬。佢換咗條緊身黑裙，化咗個淡妝，成個人散發出一種成熟嘅魅力。我攞咗20萬俾佢，話係佢應得嘅，但佢堅持只要返原本嗰10萬，話借錢還錢係天經地義，贏到係我嘅運。嗰一刻，我望住佢燈光下嘅佢，真係好迷人。空氣入面彌漫住一種曖昧嘅味道。我哋都冇講嘢，但大家都知接落嚟會發生咩事。嗰晚係我嚟澳門咁耐瞓得最安穩嘅一晚。除咗因為身邊有豬豬，仲因為台面上面嗰30幾萬現金帶嚟嘅安全感。我以為呢個係命運嘅眷顧，等我財色兼收。第二日朝早，豬豬叫我搬去佢屋企住。豬租嗰間屋喺刀場後面嘅舊區，雖然唔大，但收拾得好整齊，有一種家嘅味道。我哋開始咗同居生活，
每日佢收工，我就陪佢去買菜煮飯，或者一齊去其他執場。過兩朝豬豬對我真係無微不至，幫我洗衫煮飯，咁寒問暖，令我覺得自己好似真係佢老公咁。喺佢嘅陪伴下，我嘅贏面好似大咗好多，頭豬額亦都越嚟越大。我贏到70萬嘅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好快就可以贏翻晒以前輸嗰啲，然後俾豬豬一個真正嘅幸福。但係好景不常，有一日，我同豬豬講我要回汕頭探下父母，順便辦啲嘢。豬豬好似好驚，我一去不回咁。為咗令佢安心，我將嗰70萬港幣交俾佢保管。我當時係真心信任佢，想俾佢一份安全感。我離開之前，佢仲好深情咁同我告別，但我萬萬估唔到，等我返到澳門嘅時候，一切都變晒樣。豬豬見到我嘅時候，眼神好閃縮，唔敢直視我。喺我再三追問之下，佢先至喊住同我講，佢喺我走咗呢半個月，去咗玩百家樂，輸咗30萬。我當時真係好震驚，10幾日就輸咗30萬。但我見佢喊得咁犀利，心又軟咗，唯有扮大方話輸咗就輸咗，我會贏翻嚟。但我心入面其實好心痛，30萬要贏幾耐先贏得翻？自從嗰次之後，豬豬嘅態度開始變咗，變得客氣而疏遠。佢唔再陪我出入執場，話要留多啲時間陪個女。我唯有自己一個人翻去貴賓廳搏殺，想盡快追翻嗰30萬。結果壓力越大，輸得越快。一個晚上，我將剩翻嗰30幾萬輸到乾乾淨淨。我將呢個結果話俾豬豬聽，佢竟然表現得好平淡，仲叫我回汕頭重新開始。哇！我聽得出佢嘅意思，佢唔會再借錢俾我，甚至想趕我走。我不甘心，佢就提議介紹我去揾一個叫龍哥嘅人借錢，話嗰度可以應急。我當時已經輸紅咗眼，咩都顧唔住。但就喺我簽完50萬欠條之後，我無意中睇到豬豬同龍哥嘅聊天記錄。原來豬豬一直欠龍哥50萬高利貸，佢根本唔係輸咗我嗰30萬，而係攞去填坑。而佢介紹我借呢50萬，係因為佢可以從中抽水填埋佢自己剩翻嗰20萬債。嗰一刻，我覺得心都寒晒。原來由始至終，我只係佢眼入面嘅水魚，一個幫佢還債嘅工具。乜嘢感情，乜嘢溫柔，全部都係假嘅，全部都係建立喺算計上面。我攞住嗰50萬借款，便然離去，一聲不吭。我決定最後一搏，重返貴賓廳。嗰幾日我好似瘋狗咁喺執台上面瘋狂落注，不分晝夜，想將失去嘅尊嚴同金錢一齊搶翻嚟。豬豬打咗好多次電話俾我，我一次都冇接，直到最後剩翻20萬嘅時候，我接咗佢電話，但我一句話都冇講，淨係聽住佢喺電話嗰邊喊到咗凌晨5點，最後嗰20萬都輸埋啦。我行喺澳門嘅街頭，清晨嘅風好凍，吹得我好清醒。我竟然行翻去以前同豬豬食飯嗰間餐廳門口，我諗起我哋之前嘅種種，突然好想問清楚佢，究竟佢對我仲有冇一絲真感情，定係全部都係一場戲？就喺我打算翻去揾佢嘅時候，龍哥帶住2個手下出現咗，將我截住，佢哋驚我走咗去，一直監控住我。我當時一肚火，指住龍哥嚟鬧，最後我擺脫咗佢哋，翻去揾豬豬。我想親耳聽佢解釋，見到豬豬嗰一刻，佢面容憔悴，成個人瘦咗一圈，一見到我就衝過嚟攬住我喊，不停咁同我講對唔住，話佢真係無路可走先會咁做。睇住佢喊到咁，我心入面嗰啲恨意竟然慢慢消失咗，或者佢真係有佢嘅苦衷。佢一個女人帶着個女喺澳門呢個地方生存，又要應付高利貸，壓力真係好大。喺澳門呢個魔幻嘅地方，邊個唔係能責求全？邊個冇做過幾件違背良心嘅事？我哋坐低慢慢傾。我決定圓籠佢，同佢一齊面對呢堆衰務龍哥。後來因為違法被警方抓咗，佢嘅財務公司被一耷端，我哋嘅債務問題竟然奇蹟咁得到緩解，唔使再俾人逼得咁緊。經過呢件事，我哋2個都徹底醒覺，知道執博只會帶嚟毀滅。我決定留喺澳門，同幾個朋友合夥，開咗間小規模嘅貿易公司。
利用以前喺汕頭嘅人脈做啲小生意。豬豬繼續做佢嘅荷官，但佢再都冇去周過。我哋生活雖然平淡，但每一分錢都揾得好踏實。後嚟我同豬豬正式結婚，接埋佢個女一齊住我，當佢親生女咁殺。我父母知道我浪子回頭，都好支持我。雖然豬豬有佢嘅過號，但我明白到人生最重要嘅唔係你以前贏過幾多籌碼，而係當你輸到一無所有嘅時候，仲有一個人願意同你一齊喺街邊食碗平價雲吞麵。喺呢個物欲橫流嘅澳門，我哋終於揾到咗屬於自己嘅安穩同真情。呢場人生嘅執局雖然過程好驚險，但最後我贏返咗一個家，呢個先係最大嘅彩池。